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台北地检署侦查台北市惊吓命案，立委捌以证人的身份到案说明作证3届。不过，这案情即马是出现变化，立委第4届到案说明的时阵，当庭方转作是被告，先后立委甲因牵手分别以30万甲15万交保。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冤枉？穿保湿的棒球外套，伫乌帽啊加喙暗，加顶回被团团时阵的枪叉拢同款。约令立委牵涉惊吓命案，二是第4遍到案说明，脚步正紧入去台北地检署，拢无讲话。死了一个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啊？要立委的牵手同款被带回北检复讯，伊穿浅蓝色的牛仔外套，头帽啊扭来甲面黄条的，自头到尾拢无讲话。 阿某2人当庭自污点证人转列做被告，检警也同时去搜查因住的所在。有话要说吗？好，谢谢。有教唆其他信众吗？专案检方依照伤害致死罪嫌，有令立委30万交保，立委的牵手15万交保。阿某2个人大约是暗时10点半左右交保离开地检署。 有平面媒体报道，专案小组查到一个秘密的录音档案，迄当阵在场的就位信徒惊讲会出代志，有录到立委伫咧命案的现场，敢若是教大家安怎应付检警的讲法，正在这边转列做被告的关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市安南区，昨晚发生陆军训练用的遥控航空器，唔知什么原因煞落落来。 有2间人家厝的厝顶是破真大坑，甚至连汽车嘛结互击到，加在是无人伤亡。也那军方这边已经答应会赔偿。面体注定实在是互伊弄破，会当看到红色的石膏甲机身拢解体，零件喷甲规死过，厝主嘛惊到。恁太太是有惊到还是怎？惊到，吓到。伊是讲到是安做大声啊？对啊，冰冰冰啊！唔但注定互伊讲破，其中敢若是莫大零件落来，又搁喊到停伫路边的轿车，引领挂甲车窗玻璃，好佳在无人伤亡。无人机掉下来的，你看砸一个洞那么大，从窗户跑下来，才从我们那个。 屋顶上下来的，车子也打到啊。这件意外发生伫咧台南的安南区，陆军炮训部委外合约厂商伫咧这片离湾遥控飞机操作训练时阵，唔知什么原因落来，先让探过一间徛架厝顶，对头门飞出去了，又个让探过一间徛架厝顶去啥事，真侪大户受影响。军方有派人到现场处理，讲会赔。军方那边有讲要安处理无？啊，他就负责啊。 你得处理了。对，看我们善后多少哦，跟他讲，他们会处理。因那飞机为什么下来？是机械故障，也是机弄掉胶啊？怎么也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有一种新型的行动电源，袂输是吸胶共款，会当吸伫咧手机后壁，就会当充电。不过有人破文讲，伊充电充到一半的时阵，煞熊爆炸，害伊受伤。那业者这边是讲，因的产品拢有经过认证。 民众若是袂放心，拢会使摕来换。这位女性坐伫办公桌头前，工作到一半，熊胸坎头前一阵火光，搁来到砰一声，足大声，互伊规个人向后飞出去。边仔的同事是惊甲硬去啊，因为这熊的状况，竟然是伊的行动电源充电到一半爆炸啦。我差一点那个命丧黄泉，因为就在我前面而已，睫毛跟我的眉毛。 还有嘴唇，还有脸颊，全部都被烧烫伤。这种意外，互伊唔拿衫，互烧歹去，佮有伊的喙皮、目睭皮拢烧着伤。事后，这位查某佮发文警告讲，自吸式的电池真正唔通用，会爆炸。但是因为磁吸比较方便，它就吸在手机后面，而且又薄薄的一块，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拿它进到浴室啊或者其他地方，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到水或者其他一些环境里面，造成它的电池损坏是有可能的。爆炸原因搁咧厘清，不过根据了解，爆炸行动电源是阿哥元素机械自吸式行动电源。这位女性去年9月才伫实体店面买到，使用无到半年。针对事件，阿哥元素是发布声明表示，工程技术团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另外，若准消费者手边的行动电源有符合2个型号，会当免费换新品，
另外，佮强调讲，所有充电器类的商品，拢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也佮有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的相关认证。看说他可能有没有什么负面的评论吧，也是看说他就是认证上也算是一个保障吧。特别注意品牌的部分，多挑打品牌。对，比较安全的。专家也强调讲，就算有经过认证，若准错误的使用习惯，依然有电池歹去的风险。日常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署针对全台湾6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其中新北市甲宜兰是感觉色的灯号，透早的温度敢若10度，甚至是搁较低。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要是真寒，大家若是出门都要穿雨袖。若鲁瓦中道冷气团队减弱，各地气温会明显回升。除了宜兰甲花莲的高温是18度至19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拢有到21度至23度，不过要是要注意早暗温差要是真大。若雨量的方面，水汽有减少，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稳定的天气。不过到暗时有的所在可能会落沙沙雨。明在中部以北、东半部、金门甲马祖拢会落雨。若其他的所在甲偏乌的天气，云是会较高。另外，委员会开始一直到2日8连假，温度会持续回升。金门、马祖甲西半部云会较低，或者是会大雾。民众若是交通往回，都要注意航班相关的资讯。经过年到今，各大病院的急诊人是拢塌塌甜，医护人员嘛对外咧讨救兵，这嘛显示医疗的量能是已经紧绷。卫福部昨天下晡开记者会讲，会透过病床的调度等等3大短期的策略来应对，而且嘛提出强化护理人员的整备。鼓励病院投入去动症改革的方向，也个要研究调整健保的给付。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真长，加上类流感，也有乳脑病毒流行以及寒流来袭，造成最近各大病院急诊因讲是人口苦。行政院长杜英泰20早起就要求卫福部报告相关的整备，也让卫福部也第3摆找医界来参详对策，并且由卫福部长柯泰源亲身来宣布，短期内会有3大应用的做法。包含医学中心强化院内病床调度，加强区级病院联防机制，也有强化民众分级就医的资讯。轻症如果能够减少一点到大医学中心的急诊，而由区医院、地区医院甚至社区的诊所能够处理住院住不上去的问题住不上去的问题是医院要去调床。另外，就所解护理能力无够，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卫福部对去年113年3月开始实施病院3班护病比的制度。近3个月来，医学中心整体达成标准上悬超过6成，区域病院整体达成标准大约5成，地区病院大约是9成。卫福部今年已经编列公务预算大约66亿，未来4年会投入275亿，协助病院护理人才留赖。行政院从去年开始通过，也就是4年275亿的投入在护理人力留才的准备计划里面。卫福部强调，今年新增加地方卫生局同步建立各县市病院护理人力移动、甲病床调整自主通报，协助病院做必要应变。另外，为着鼓励病院加入急动症，也建议健保调整给付。区泰源搁再呼吁民众，若有任何健康问题，请优先找这社区的诊所来处理，争取治疗时效，也就是分级医疗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拄则看到急诊大塞车的这个现象，有第一线的护理师认为讲，因为薪水低、超时工作等等的因素，致使未少医护人员拢来离职。嘛有急诊的医师提醒，这个制度若是搁唔改善，这款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急诊室的门口，救护车一直出入，也有救护人员的身影无用支持。全台急诊踢到的状况歹解，敢若2时到早起8点半，台大病院等住院的人数80到105人，南到登记165人，一直到下昼台大等住院的人数才降到100人以下。各大病院拢出现紧张无工踢到的情形。我的会员跟我讲，他已经12个小时没有吃没有喝了。没吃没喝12小时，护理人员都说只要白班的起薪5万就可以啦，你为什么做不到？
专家分析，急诊室爆满的原因是一环扣一环，包括护理师普遍加薪，再加上早暗轮班，也有长期超时工作，已经引起一波一波护理离职潮，所以锁定护理师工作会更加吃力。工会统计，今麦后备比已经达到1比18至20。那他本来是急诊的业务人进来，那他有各种不同的急症的状况要处理。那现在因为没有办法上去，他就得要去处理住院这一些 routine 的，就是我还要一直在进入的病人，其实对他来讲是不堪负荷的。根据2024年统计，护理人员半年离职人数超过2700名，职业率更加只有58.4%，欠人力和各大病院关床状况明显增加。最后，门诊病人只会当到急诊等待病床，造成第一线无用的天度搁翻倍。另外，今年也有流感陆路侵袭，住院需求增加，医师提醒制度面无改善，最后结果是强势严重失衡。就是台湾从来没有落实分级医疗。 其实落实分级医疗就能解决一大部分。轻症本来就不该直接跑到医学中心，住院的部分也没有落实分级医疗。基金医学会呼吁，体管、后备比、薪水等拢是细节，上重要是大方向，也是爱落实医疗分级。毕竟就医无底限，民众自然去大病院，急诊踢到只会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 咱来看自由时报，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附加赛今仔日暗时要举行，台湾要对阵西班牙，这一届派出24岁投手曾丹中国先发，也有大家拢已经准备好势啊，按算会有3万的以上的球迷会去大巨蛋来斗乌烟，包括全台湾几个县市拢会直播来甲咱台湾队相挺。过来看中国时报。 台北市环保局因应净零排放管理自治条例，昨会公告台北市所有的政府机关、甲外包的场馆、甲公私立学校等等，为7月2日开始，卖食的袂当免费提供用一解着单调的餐具。今年会先看到，为明年开始，若违者会当罚3000块至1万块的罚款。过来看联合报。 经济部研议推动的加碳电力、电价分层的这个制度，是引起卖绿电的业者认为讲，安尼是政府带头咧鼓励企业影响绿电的市场。有1百间卖电的业者因透过再生能源工会发声，讲请政府都要重新思考，暂缓推动。今麦诈骗的手路是百款。 最近有民众收到批，内底是一张假的证券专员的面试，也有一本投资的报告书，要怪人伫咧公司上规进前先来买股票，这个民众是险啊去互骗大耳。收到一堆真假资料，用传统假配件来，有民众甲配件拍开，内底全部拢是投资的信息。一本投资报告书附着一张面试，顶头写讲是调丰证券专员推荐的。 企业专攻历年的项目，营造美好环境。讲我敢若上7回书，更加有详细流程，教人安怎领买这个股权，会用抢伫上市上柜进前，早一步变股东，若是错过就无机会啊！不过这一切亦阁是诈骗，意图使民众交付身份证及缴交股款等。所幸该名民众呢及时向警方反映，并未遭到诈骗。 其实无论是投资目标，也是观赏面试，拢上无用的，千万袂使相信。警方警示诈骗集团搁再换这招数，改用传统的旧路，用纸本的资料邮件来骗人。有专家分析讲，这个犯罪组织背后其实有另外用意。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网络上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呢，都是假的。于是乎，他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众应该是已经被锁定他的个人资料以及个人的资产各方面的，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肥羊。 直接寄送纸本到他家。有民众本身就是调丰证券往来户，收到这份资讯，差点就骗去，加在及时有查证。不过人客姓名也个地址这个人资料，诈骗集团哪会拢知咧？由安丹台警方进一步来调查。我们公司不会用这种邮寄的方式来做认股的这个行销的资讯。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先到这个附近的警察局做报案，因为他。 伪冒了我们公司产权。
除了传统行内资料爱注意，警方也公布20组高风险赖 ID、户头的号码，包含 XJJ168、19955等等，也佮用正确的薪水要找人才才手法来骗人，千万唔通加入好友，若无恐惊落去诈骗集团所设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有影是贼青街败。伫高雄有一个贼仔，伊伫2年前假作是厝主，骗开锁的师傅来开门，去别人家偷摕物件。1个月了后，伊想要用同款的步数继续来骗，却是去互这个开锁的师傅认出来，伊是随报案抓人，落尾手这个贼仔是当场强抓起来。提出锁头，这位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10秒到30秒就成功开锁。这项特殊的技术煞互嫌犯利用。2年前，细陈的贼头锁定一栋老仔厝，假作是厝主要开锁。师傅接到电话了后到场，特别大声问讲啥人要开锁。细陈的嫌犯出现改应，师傅要求对方提出证件，伊煞骗讲证件锁伫厝内。拍锁时的师傅唔知情，就把门拍开，互贼头真简单偷走厝内12000块的金牌。应该这是惯窃啦，伊都摕偷了习惯啊，对无？伊老岁仔伊即马可能摕感觉摕咧做无什么代志，嘛是捌去偷摕物件啊这种了。那个是客人，客人来吃碗粿的时候，观察地，他说要掰爆了，觉得怪怪的。代志发生伫2年前，师傅开锁无偌久了后，就互告知互人骗啊，赶紧请厝主报警。只是事发过1个月，刚一位姓陈的男性又搁敲电话要求开锁，因为地址相共，声音也拢共一个人。师傅认出嫌犯，连工具拢无查，就会同警方到场抓人。后来这位贼头互判7个月。你嘛判断袂出来，拄着讲你叫你开锁啊，怪怪啊，你看后壁惊，迄就咱就爱注意，就唔敢开。所以开锁本人伫遐，才会当开；本人无伫遐，就袂当开啦。避免开锁机卡互歹人利用，师傅会先请对方提出证件，并且伫对话当中观察对方敢有误会。若无法度提供证件，也会挑工大声甲伊问，互厝边知影讲有人请师傅来开锁，也借机会判断这个委托人敢是真正住伫开锁地点。也因为开锁是特殊技术，常常爱配合警方执行任务。根据了解，警方也会对管区内底的拍锁时的师傅有掌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海军官校甲空军官校，为2月中开始，都有学生出现吐佮流的情形，加起来拢总有155个人。卫生局初步判定，这应该毋是食物中毒，也若敢是去为着脑肉病毒，要过来检验。挂手落啊，斟酌切互清气，教室内底桌啊、椅啊也拢爱切，公共空间也着消毒。因为海军官校有151个学生拢发生走白的镜头。23日，有症状者累积151人，皆为学生，而且分属不同班级。初步研判为腹泻群聚感染。空军军官学校卫生局则是在2月21日接获通报。市府表示，15接到海军官校通报，到23中昼进前151个学生有走白的镜头。空军官校也咧21通报市府有学生出现烧伤的状况。到23中昼进前有4个人去看医生。海军官校指出，顶礼拜有部分学生胃肠无爽快去病院，医生讲是急性胃肠炎。治疗了后拢好啊，也照规定通报，会全力配合调查。初步排除是食物中毒，也会宣传注意个人卫生。也若卫生局研判是集体走白感染，也无排除是落得造成的。在我们的门诊里每天大概2-3成的病人都是肠胃炎的一个症状，主要还是以诺罗病毒为主。小于5岁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可能会更严重。医生讲，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今年过年期间急诊走北看医生的人是最近5年上济，9成以上感染的人都确诊是诺罗病毒。最近伊的门诊也未少人是为着诺罗，呼吁民众爱吸食洗手，海产着最好适较食。目前2间官校敢是集体诺罗感染，检验报告也未出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即马若要调整喙齿的型，已经会当用透明的塑胶齿套啊。不过有人指控讲，有一个牌子的透明齿套，颠倒会害齿花倒臼去。即马发现受害者有200多人，因要做伙甲业者讨赔。来自新加坡的稳型家套品牌顶啊，透过名称、网墙顶代言，大量见光行销。不过传出有部分消费者使用了后出现状况，像有人的喙齿矫正进前，门牙是好好的，不过矫正了后。加合
出现问题，甚至造成牙龈萎缩。真做永久性的伤害，目前已经有200多位受害者成立自救会，要向厂商提高讨赔。已经佩戴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其实下排的牙齿还陆续在增加，萎缩的颗数。然后竟然出现割舌头，把我舌头割成这样子的状况，牙龈被压到红肿，舌头被割破。自救会成员表示，电压产品所绘的医材许可证，卫福部事务所只核准矫正软体甲原料，并不是核准牙套商品。也毋过，电压母公司优雅所直接伫中国制造稳型矫正牙套商品，佮用快递输台，依据牙体技术司法规定，客制化医材服务要由专业的牙技师来制造。电压产品亲像违反相关规定。透明矫正牙套成品为客制化器材，为医师人员执行法定业务之产出。该牙套之输入无需另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登记或登录。事务所强调，自救会所压出的产品供应来源、广告等代志，已经请所辖的卫生局协助调查厘清，会依法办理。红点名的电压台湾公司是发声明强调，产品合法合规，也非常重视消费者的权益。这件代志的背后涉及恶意市场操作，已经采取相关的法律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高雄旗山的码头山，互发现讲1月份的时阵，有人来遮偷盗粪扫。经过高外月的埋伏，检方一个手就抓到7个人。而且拢照废弃物清理法甲因起诉啊，都超过同样管制标准，然后同管制是400嘛，然后这是12000多。提快速机器凊彩测，土巴内底重的量已经超出管制标准30倍。码头山我近内湖附近的地区，1月互人偷盗事业废弃物，环保团体发现随通报，经过高外月埋伏收集证据，20环保局启动检调内鬼，发现遮大个除了营造业的土屎以外，佫有电子业的塑胶粪扫甲不明的乌色土粉，因为验出重金属超标。这个所在佫是伫水源地，环保团体呼吁检调一定要严办。更何况码头山它本身在这个地方地质就非常的脆弱，那底下污染的水源，它就会流往二仁溪或高屏溪，那这个是全体一个环境共同买单的事情。遮有毒的废弃物大约深度超过4公尺，总量大约有2800吨。环保局估计清运处理费用超过1亿。这个所在有保育类的台湾水鹿、拉力等野生动物，附近的湖佫是当地农用水源。环保团体要求赶紧将废弃物再造，好好处理受污染的土壤，若无后续的影响加排估算。跟土壤混在一起，所以它其实造成这里土壤极严重的污染。尤其我们从这个看下去，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湖泊，然后这边又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下雨的时候，这些就会顺着这个跑下去了。弃置规模庞大，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本案涉及非法弃置废弃物，依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可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因为20抓到7名嫌犯，和桥头地方法院裁定交保。现在地检署也考虑要提出控告。环保团体认为，安尼做唔是偷盗，袂当放火规山，互因甲尾流藏起来，一定要追查源头，才会当互这不法分子唔敢搁乌白来。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环体讲24表示，高中方志哥的病情也无讲真好，不过已经有较改善啊。昨昏暗时啊，伊是困了有路眠，目前当咧休困。也那这届嘛是方志哥伊做高中以来住院住上久的一届。天主教高中方志哥当时也未脱离危险。法理工新闻社发动马拉松祈福活动，自24暗开始，所有住伫咧罗马的司机主教、加罗马教廷，也有教区的神职人员，将会汇集各地天主子民的关怀，继续逐暗伫咧圣伯多禄广场为高中的健康念玫瑰经。L'angelo Gabriele fu mandato da Dio in una città della Galilea chiamata Nazareth。法理工第二是讲，高中即暗困甲正好，无讲痛，食物件也正正常，心情也袂歹。自从以下长途以来，方志哥逐工拢会打电话去检查，验过住院了就无搁卡，一直到24暗才搁继续卡。Vatican says Pope Francis is showing some slight improvements. He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 with pneumonia, but laboratory tests show some improvements in certain parameters. He is still receiving some supplemental oxygen, but at reduced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In addition, the Pope
Pope was able to resume some work activities in the afternoon. He made a phone call to a parish in Gaza. This is a parish that is headed by an Argentine priest. 今年88岁方志国执事大戏，要病情恶化成这双平的气焰，教廷第一遍对外讲教宗病情危急，伊当阵喘气困难，需要上诉加收费治疗。23继续接受高流量上诉，恢复的检查报告显示有初期的轻度油脂衰竭，不过即马已经控制掉。医学界讲，教宗的临床病情真复杂，一怪等待药啊治疗的效果出来。因为油脂衰竭有可能是败血症早期阶段的症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德国2月23大选，中午我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加做上大党。因那基民党党主席梅尼兹是后一任的总理，因那极右派另类选择党是摕到2成的票，变作是第2大党。不过梅尼兹是已经宣布讲未找因做联合政府。支持者大声喝休，梅尔茨要被上台，现场就直直拢是咧喊总理的声。梅尔茨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甲政局并盘，后一任的总理强美就是伊。伫德国面对经济衰退、移民的问题，另外还有美国川普2点控摇动欧洲地缘政治的时阵，外界拢会关注即马60岁的梅尔茨安怎面对这个局势。Wir müssen jetzt wieder schnell handlungsfähig werden, damit wir im Inneren das Richtige tun können, dass wir in Europa wieder präsent sind, dass auf der Welt wahrgenommen wird, Deutschland wird wieder zuverlässig regiert. Und dafür steht die Union, dafür stehen wir und dafür stehe ich auch ganz persönlich. 这场大选，德国创下真济历史上第一，除了全国的投票率有83.5%，创下1990年当西德统一以来的上悬。极右派另类选择党阁摕下比顶届大选加倍的选票，是2战以来极右势力上悬的民意的支持。Wir sind zweit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als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und wir haben uns als Volkspartei nun fest verankert. 虽然党主席韦德尔对联合组内阁是开放的态度，不过梅尔茨所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在内，主要政党拢排除这项可能性，维持德国战后对极右势力的防火墙。在基民基社联盟胜选了后，川普也透过社群媒体祝贺，表示这是德国伟大的一天。不过梅尔茨表示，伊对美国无幻想，目前上要紧的是赶紧增强欧洲，和欧洲在各方上真正达成，无靠美国会当独立自主。He will need a unifying vision for a country grappling with uncertainty and a pressing need for stability. And for Germany and for Europe, what happens next will be closely watched. 德国联邦众议院有630个席次，梅尔茨的联合内阁爱超过半数的316席的话，小党恐惊是关键。法国媒体 France 日时分析讲，若准基民基社联盟未单独和社民党 SPD 组内阁，安尼就要看极左的小党 BSW 敢会当下过联邦众议院的上低标准5%。若准 BSW 无成功，落尾恐惊爱转去到加上绿党的3党组内阁的命运。德国 GDP 已经连续2年负成长，汽车等关键产业亦搁面对市场的竞争，要振方便经济原底就无简单。最近川普的汽车含对顶关税，又搁互规个政庭亲像无比兼润过。后任的总理梅尔茨敢会当改善这款状况，各界拢在看。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罗西亚出兵拍乌克兰到今是已经3年的时间啊！在波兰有电影的制作人拍一出叫做《人民》的影片，这影片内底呈现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百姓惊吓的生活处境。这个影片除了会伫台湾放映，未来嘛会推广去33个国家，希望大家继续来甲乌克兰支持。规涂骹拢是互穿单士的兵仔，乌克兰的百姓逐工拢过甲足惊吓。罗西亚拍乌克兰这场战争一定拍3档。波兰的电影制作人以乌克兰的战争做背景，拍这出电影《人民》。影片主要演员拢是乌克兰人，希望透过这出片来声援乌克兰。I'd like to thank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support of Ukraine. First and foremost, here in Taiwan, I'd like to also extend thanks to Taiwan, to Taiwanese
2022年2月24、3当前的这天，罗西亚出兵拍乌克兰，为着要声援乌克兰，波兰台北办事处8月伫228纪念馆举办罗西亚入侵乌克兰3周年纪念的活动，也放人民这支电影。这帮电影除了会伫台湾放送，未来嘛会伫世界33个国家、39个城市放送。伫咧现场的乌克兰人嘛分享这3当的战争，对故乡的不甘，认为罗西亚政府应该爱受到国际上的处罚。And democratic allies just won'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And this put a lot of threat for Europe and obviously for Taiwan, which is one of the bloody goals for China. 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表示，这届电影座谈会会选伫228国家纪念馆举办，有真大意义，因为台湾的228国家纪念馆嘛是纪念过去台湾人维护民主、为民主所战的所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川普见面，就乌克兰会当接受的方案甲川普讨论细节。马克宏证实，有一个欧洲国家已经准备好势，派维和部队去乌克兰，因为伫咧前线嘛未介入冲突，是要确保乌克兰的和平。川普讲，普丁对派维和部队这个代志，伊并无意见。英国宣布最近这3年上大规模对罗西亚的制裁，总计有107项，包括伫咧中国、甲香港、工具机、甲微电子产品的厂商。英国外交部讲，制裁的目的是要打击罗西亚战争机器甲下国军工业的供应链，其中中国是罗西亚军方物资上大供应者。越南今年境内农水产的产品因为农药甲抗生素残留等等，去互后面经过16届，这是亚洲上济。调查立委甲民间团体进前呼吁政府甲劳动节甲教师节定做是固定假日。不过内政部讲，即马公务人员甲劳工的固定休困日是已经拢要共啊，未来会继续收集意见来找出共识。欢乐工时过长，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定义呼吁政府今年爱落实5.1劳动节、甲9.8教师节放假，搁爱法制化。也毋过内政部理事强调，合计1礼拜休2日了后，全年放假日数是115日至116日。目前公务人员甲劳工的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日已经渐渐共款。劳动节这一天应该要全国放假，因为没有全国放假，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个不便啊。透过弹性去做处理，其实还会有很多协商的一个问题。同款要求罕假移民的劳工团体也大声化，要求政府将2016年10月民进党政府以全国固定假日一致性，确定3减的7日固定假日还给劳工。这7天假除了让劳工在国定假日来加班给2倍薪之外，我们更希望劳工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另外，国民党立委吴富庭已经提案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立法院新会期会继续推修法，将防破掉的7日假还给劳工。讨回7天假一直是长期以来各个劳工团体每一年他们在街头上的非常重要的诉求。我们今天又不是讲说一次要增加20天、30天，不是嘛？很多人讲说也可以修正特休等等的方式，这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实务上特休有卡到年资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菜市场喊价，大家不会喊吗？喊更多更好。我们不能去忽略掉劳工他们的需求，可是同时怎么去兼顾到产业在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时候，所以才会说要好好的坐下来谈。海螺7日假阁引起关注，内政部强调纪念日甲节日精神，名称甲放假日数涉及范围真大，社会有无同意见甲期待，未来会继续征求各方意见，努力凝聚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又阁出现劳工争议的事件，国内专门咧做员工上下班系统的业者上合行，最近有真侪桃园厂的员工投诉讲，因公司不准因请假。而且下班了后，搁用通讯软体，叫员工都爱处理工课踏滴滴的代志，要求桃园市政府都爱甲查办。捍卫劳工离线权，捍卫劳工离线权。大社会保卫劳工理所权，劳工协调团21日透早伫劳工教育大楼头前抗议上合行。下班了后，厂长继续伫通讯软体要求员工协助排除工作的问题，又搁无互因加班，要求桃园市府明查依法裁罚。
我先生下班之后处理孩子的当中，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已经占用家庭的时间。我们劳工离线权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雇主没有这样子的法律概念。下班公司还会再来打电话说什么赶快回电，或者是说在那个上面有非常多的讯息，就是说，请问哪一件事情，好，这个怎么处理，处理到哪边？有关劳工离线权，劳团表示，法国伫2016年就明定伫劳动的相关法令内底，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的讨论。台湾煞慢其他国家真侪年，要求主管机关重视。针对全国出名的财经系统业者商合行最近突发千抢的争议，劳团认为讲，主管伫下班了后，伫通讯软体交办工作应该立即加班。对此，资方代表无愿意受访。商和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调动及资遣费、非自愿离职证明书，还有加班费的争议，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定在今天要召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局表示，除了劳资争议调解，劳动检察处也伫20受理商合行无理由唔批准员工请特休，佮有牵连到无依法付加班费等数项的检举案，会派员实施劳动检查，并且依法查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嘛有愈来愈侪人厝内有饲通物伴，而且数量嘛愈来愈侪。通物产业即嘛开始发现有一寡问题。针对通物伴过往了后，品种相关的管理，实际上这法规也无够周知。因那农业部讲会继续来辅导业者合法登记。手机相簿内底拢是含心爱的狗仔、花花、旅行的记忆。对本岛到外岛、上山落海，搁做伙耍耍，早就已经互王先生认定是永远的亲人。花花17岁离世，想起来也是互伊目眶红。最后一程，伊也委托宠物生命业者，互花花通真体面来过别世界。除了是好朋友以外，也是家人。那他们要在走之前，也要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基本上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有随便就是包一包，然后好像垃圾这样子丢掉一样。不过，过身送别的全台湾数百间宠物生命纪念业者，有真侪拢伫定义无清楚的地带，大主大意设立宠物尸体小型焚化炉，甚至是投机说名目收钱，拢摊上真侪争议，甚至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目前全台湾敢若桃园甲台中有相关驻地条例。业者爱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证，才会当营运。其他的县市敢若农业部所定的审查作业要点来规范。虽然2023年已经绑定合法化的标准，不过申请的业者犹原无够实际营运的数量。目前大概已经收了有70几件，我们已经同意了10几件。我们目前的那个变更编定是中央同意之后，那地方还要去做一个实质的审查。那实质审查之后，这个土地变更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之后，它才能够去申请后续相关的一些建筑的一个规范。宠物伫主人的心内留下宝贵的生命经历。最后一程也要好好啊讲再见。不过大多数的县市政府无定驻地条例。农业部坦白讲，业者伫营运的过程当中，只要得到商业登记，实际上也毋是无合法。目前宠物饲养业者上接拄到的问题，就是土地合法化，安怎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确保公共安全，也会当好好处理宠物的丧事，犹原是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彰化师范大学附近的车路，大部分拢无人行道，因为学生都要发起争取路权的活动。彰化市公所讲，会申请经费，部分的路段确定会画漂刷来画设人行道。民众用塑料伫路的画标线设计优先的人行道，这是彰化师范大学附近的实践路。点头坐有便当架的称呼，但是并无设人行道。那伫食饭时间，人车一坐，交通就会拍结。阮就爱闪乌白停的车，伫咧遮要找食，还是找要消费的点头的时阵，是真危险的。算学生啊，迄个下课的时候，是啊，有影学倒摆啦，人啦拢足济，哎呀，行路较无方便啦。为着改善用路人的行路空间，彰化市公所办道路讲习活动，邀请当地居民、点头甲学生做伙讨论人行道的规划设计。当地里长表示，居民大部分拢赞成画人行道，但是有的点头烦恼，若画标线时到会影响做生理。有较无同意，但是你嘛是爱咧实行看看啦。啊，人讲回过来行过来，习惯就好了啦。点解伊较担心的就是讲啊吼，伊要落雨的时阵啊，起落雨，
会去影响到吼，其实是袂啦吼，遮来互居民用真快乐的方式来参与涂鸦，互即个活动会当得到居民更较侪会认同甲参与。市公所表示，会继续甲当地民众点头沟通，按算伫4月底进前向国土署申请经费，规划实践路的人行道空间。另外，中苏台头前的进德路确定会设标线型的人行道，目前工程2日发包。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交通的问题，台南市伫2年前试办，甲部分爱强制2段式倒弯的这个规定取消。路尾处因发现讲，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确实是有减少。因为交通局即马讲，按算今年要来扩大办理。机车开到台南民生路、参西门路、双车路口，有人是直接倒拐，毛民众是甲惯死徛去大挖架，但太阳灯才搁徛。其实伫台南湾市区参永康林地顶10个行政区内，单向双车道路段，才着专门开放机车通徛点内并车道，嘛无强制爱徛去大挖架。今年交通局有咧规划，全市拢照安尼来实施。消息一传出来，民众有不敢看法，不太接受，因为我会看路口，因为有些路口如果真的车流量比较多的话，我还是会在2段式左转，因为真的很危险。台南市的红青顶吼市区啊，拢无接续，拢无连续性的。那取消这个政策的话，我会使直接转过去，直接沿路安尼行，可能嘛较顺啊，唔免停伫路边啊，足侪人伫遐。根据交通局资料显示，113年全台南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平112年减少14.2%，过路人死亡人数降10%，这项试办确实有寡成效啊。台南市日本交通促进协会是支持推动这项政策，因指出，目前敢若日本54cc 以下的机车才有强制大挖，其他国家是较罕看到这款规定，因认为以车向分流来取代车境分流的方式较妥当。乐见其成但是希望政府也要做好宣导的角色。宣导大家要提早贴完车道，要提早打方向灯。共52条单向2车道，取消内侧进行机车以及管制路口应2段式左转。会以目前办理的成效，并配合交通部的政策来评估全面开放。交通局表示，全市全面推动的时间目前也未定案，主要牵涉到原台南园区后续的生产地方参详，兼调整相关标志标线设施，才会公告时间。另外，伊嘛强调，虽然机车会使徛内边车道，不过大挖架嘛是会保留，通互有需要民众来使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林园4年一届凤云宫的妈祖海巡，今年活动会伫咧新历4月初9起过，有20多只船会做伙出动，而且伫海巡进前会跋公船，跋出5只船来护送妈祖甲神明。开始啦吼，第一只福昌3号黄上。由凤云宫主会代表跋杯，为这可的巡香活动来宣出护送妈祖、水仙尊王甲3柜千岁5只公船。凤云宫4年一考的海上巡香将要伫4月初9起过。红选做公船的渔民讲，就算所有开销拢爱家己自费，就算这段时间拢无法度出海掠鱼，只要会当为妈祖服务，因拢欢喜甘愿。就讲有啥物缺陷之类的啊，后壁。你了妈祖王爷嘛，斗保庇斗赚得啊，所以讲这对我们来讲无啥差别啦。它这样的仪式其实是源自于渔民在古老的时代，他对海上作业的2种渴望一个是渴望平安，一个是渴望丰收。上早会当追溯到清朝的妈祖海巡活动，主要任务是要扫除海域上无好的物件，保庇渔船出入平安大丰收。红选做公船的船等于是伫咧执行公务。这摆跋杯结果也真趣味，中选的船大部分拢是10吨以下细车船庙方讲这是妈祖主笔。阮选到几乎拢坐细只的，大只船拢全部要让出来，有人加坐。这相信嘛是妈祖。伊足厉害的所在啦。细只是偌细只，还是啊？细只甲我饲一顶桥，有当啊，佮饲袂落，佮悬空起来，佮吊下，靠我都扛下来，无扛袂落去啊。洪云强表示，今年有20多只船参加海巡，海巡路线对林园出发去台南安平回乡。对妈祖回乡的所有渔船，拢会用灯火花蕊来装塔。回程迄天，妈祖也会自驾高雄港，到时民众会当做过来感受这个全国规模上大的妈祖海巡文化。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
来看伫嘉义的大溪厝，才是种真侪稻啊，这嘛是嘉义市农业主要的生产区，而且这庄仔内嘛成立水环境教育园区，配合做田的这段时间举办一寡体验的活动，要带民众来了解在地文化。社区的民众甲参加行头的民众差远啊，有的人是完全无经验，有的人是细汉时捌做过，伊想袂到参加行头，佮有捕田的体验，嘛感觉真新鲜。因为足久拢无算过啊，即摆来参加都很有趣。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嘉义市在地农产甲环境，嘉义市的大溪厝社区配合环保局举办农村美食的行头活动，除了户外的体验，佮请老师来教因做物件。参加的民众讲，这个环境真清幽，佮会当学到新的物件。这边吼是大溪厝的环境教育园区，啊，这个环境教育园区的边仔拢有种咱的稻啊，啊，所以咱家吼一档内底拢会讲咱的食农教育，啊，食农教育拢是以米作为主题。现在刚好在推广，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些事情，对啊，然后周围环境又很好啊，真的可以放松。大溪厝伫嘉义县市交界附近，是嘉义市内少数的农业社区。环保局表示，利用早冬捕田的这段时间，伫社区举办美食文化的行头，那希望民众了解米的生长甲运用，嘛当学习环境教育的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一个台语电影的导演林超秋，伫1950年代时阵，台语电影迄当阵当咧兴，伊创立电影公司，成立非营利演员的训练班。为迄当阵台湾的电影产业是拍真侪基础。国家影视厅中心即马办影展，要互民众用更较快的角度来看台语电影的观点甲美学。都唔知安怎。好，主子啊，要抱来好我看一个都好啦。以三角乱情做主题的台语片《丈夫的秘密》是导演林团秋1960年拍的电影，伊翻翕20年前的日本电影《雷的责任》。不过，伊重新塑造男主角呈现出两种的个性，嘛甲女主角塑造做有主体性、明事理的角色，这些拢是台语片真罕见的手路。研究台湾电影的日本学者认为，林团秋的改编不是单纯翻翕，甲copy日本电影的手路尔。对于当时的那个拍台语片的导演们来说，或者说制作人来说，可以说是禁用日本片子的一种方式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又global 又 local 的一种新的台湾的电影嘛。导演林团秋在1957年至1965年中间拢总是拍6支台语片。日本学者表示，像大家嫌疑犯5月13伤心夜等等，拢通看到林团秋对日本作品改编的痕迹。但是，放在世界电影史当中，嘛是有时代关联性的。希望透过影展、甲展览、甲原作和林团秋改编的作品来同齐呈现，互台湾观众会当用更较快角度来看台语片。作品是迄种伊家己拍了连加的还袂真正加出来，伊就感觉讲这片无够好，伊就感觉讲也是莫摕出来放就好啊。嘿啊，伊对家己的要求较悬啦。所以阮即届嘛有特别吼，甲迄一寡无去的片，剩一寡残缺的片啥，拢有甲特别伫啲展览内底吼，甲摕出来放。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这届林团秋的影展自3月初1起过，由日本学者米萨瓦妈咪的规划，除了会当看到林团秋导演的经典作，嘛会公布2个特殊的作品，一个是高档也被吹掉的探烟花，会透过剧照啊有剧本重新呈现风貌；另外一个是伊无加完成的桃花线，嘛会透过影展头界对外放送。记者卢尚珠、郑准由新北报道。即马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较大。为着配合民众会当有消透压力的所在，伫克罗埃西亚有一间笑声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内底有8个互动区，包括会噪音的卡拉 OK， 也个会当扮演小演的选手，看落是真新鲜。咱做伙来看卖。开关试落去了，顶头会喷白烟落来，互你无烦无恼。搁行入来这间内面规个敢若拢是大型洗衫机的房间，亲像电影《巧克力冒险工厂》内面的主角同款，自流浪落去，一个名叫做“生命离心机”的流浪，互你跋落去一个规个拢是白球的球池，开始行向快乐的旅程。U današnje vrijeme kad nas obasipaju tako lošim vijestima i nije neko vrijeme.
I događa se svašta, tako kada ovdje uđeš, nekako kada uđeš u djetinjstvo, kao da si rasterećen od svih nekih problema, izađeš sretan, ne trebate plaćati psihologa ako ste češće ovdje. 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雷布这间新的开心博物馆，名叫做哈哈厝笑声博物馆。创办人格鲁比奇讲，伊是伫疫情期间想到要去这间博物馆，因为迄当阵真侪人心情歹、郁卒、孤单。Da su svi dosta se otuđili jedni od drugih, malo onako potonuli, općenito energetski otuđili se i nekako postali tužni. Javila mi se potreba u sebi da širim radost i da bi ljudi trebali se malo dići i postati sretni i radosni. 博物馆内面有8个活动区，其中这个唱灵歌合唱团由后代的歌唱热门歌曲，互人笑嗨嗨。想要唱歌的人去卡拉 OK 包厢，不过麦克真特别，你唱歌时阵是怪声怪调，还有日本小演场，都游客穿碰晒晒圆领领的衫去你顶头小演。Čovjek mora se nasmijati. To je lijek za dušu, gospođo. Obrambeni mehanizam čovjeka drži negdje nekako čvrstim i jakim, spremnim da se rješavaju nekakvi problemi koji hoćete, nećete, moraju doći. 心理医生也讲，若开一张药单，叫患者逐天笑3点钟，而且真正有照去做，一定就有正好的效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加12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8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